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春日，今日又嚟到華強北去探一間店鋪。呢間店鋪呢，好得意嘅，就係專係賣啲發聲音嘅產品。咁咩叫發聲音嘅產品呢？就係包括耳機啊、喇叭啊，就係咁簡單，就係呢兩樣嘢啫。咁呢間鋪呢，就喺邊度呢？就喺寶華大廈。寶華大廈相信呢，大家都唔陌生㗎啦，比較人少啲。咁呢啲店員呢就服侍你好啲，因為人少啊嘛。人少嘅咪可以同你慢慢傾偈，慢慢試。你又可以唔使俾人哋喺隔離拱撞撞，又可以好舒服咁樣喺度慢慢試，試到清清楚楚先攞買或者係先攞走。有咩唔明可以問店員。咁今日就嚟到好景科技，點樣嚟呢？好簡單嘅啫，就係喺華強北站 D1 出口上咗地面，跟住一個 U-turn 轉右再轉右，咁就經過咗呢個康樂大廈，過咗呢個華強北賽格通訊市場嘅康樂大廈，隔離呢就係寶華大廈啦。嗰條寶華大廈呢就好易認嘅啫，有條自動電梯就上2樓。咁一上到2樓呢，右手邊第一間就係好景科技小美店。咁店員小美就好好嘅，好好傾。你問乜嘢佢都會答你，你唔問乜嘢佢梗係唔答你啦，同你打完招呼。店鋪裏邊咧就唔係好大嘅啫，咁又擺得各樣嘅產品喺度。咁最主要咧就係有耳機啊，即係名牌子嘅耳機啊，有好多都係正品嘅耳機啊。老實講，呢間鋪頭入邊有正品同埋有仿品。如果你要買正品，你就同小美講要正品；如果你係要唔係正品，即係仿品，咁你就要話俾小美聽要仿品。兩個價錢當然係截然不同啦，但係聲音呢，我就冇辦法可以為大家一一去了解啦。朋友們自己上嚟試聽睇買啊，最好㗎啦。但係呢個音箱呢，就係正品嘅。今日我哋介紹兩款音箱咧，都係正品嘅。第一款為大家介紹嘅就係樂維者夢想型號，即係樂維者嘅 Dream 型號，有兩個15火嘅高音喇叭，一個4寸50火嘅低音喇叭。咁佢仲內置咗1萬毫安嘅鋰電池喺入邊，咁啊可以充3個鐘頭電，可以充滿之後咧可以用12個鐘頭至20個鐘頭。咁就視乎你嘅開嘅音量大細而定啦。咁我哋而家就去試試聲啦。好啦，大家就聽嗰啲聲啦，大家滿唔滿意呢？官方平台嗰個價錢都賣到成1000蚊㗎。跟住就輪到馬歇爾嘅 Stanmore 3出場啦，又由小美介紹點樣用。這裡的話是開機鍵，從這裡，如果你要選擇藍牙模式的話，就在這個位置長按，長按之後，它這裡會有燈閃，然後你就可以拿出你的手機，直接連上對應的名稱。這裡，如果你要選擇其他模式的話，就按一下這裡，然後也是一樣的操作，這樣長按。對，就是以此類推，這樣子操作就好了。
咁就大家都聽過兩個喇叭有咩分別啦。喺小米呢度買嘅售價咧，就會比平台啊或者比香港買係平好多嘅。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，就落去試下聽，試下音咯。咁條片就嚟到呢度啦。咁大家喜歡嘅話，就麻煩免費訂閱一下，按讚同埋分享俾有需要嘅朋友啦。多謝各位，拜拜，下期見。